咁呢一條片咧就會開始講一講薪俸稅點樣計啦。咁我哋有兩個方法嘅，第一個用累進稅率，第二個用標準稅率。咁正常出稅單咧都會用晒兩個方法計啦，然之後睇下用邊一個方法計出嚟，最尾個數低啲就會收低啲嘅嗰一個。咁通常嚟講啦，好似我咁月入比較低嘅咧，用累進稅率計出嚟個數會低啲。但係高收入人士嘅話咧，佢哋用標準稅率計出嚟咧，個數會低啲嘅。咁但係計呢兩嚿嘢之前咧，都有啲嘢要再計。用累進稅率前，我哋要計一嚿叫做應課稅入息實額。用標準稅率嘅話，我哋要計總入息淨額。嗱，啲名好似好複雜，咁係啲咩嚟？我下面慢慢講。呢度三嚿嘢。第一嚿入息總額就係包晒你嘅底薪、佣金、花紅全年嘅總收入。第二嚿應課稅入息實額就係總收入減免稅總額，再減扣除總額。咁呢一啲係咩嚟呢？你會見到下面有兩個表㗎。第一個叫做免稅額表，你符合呢一啲要求嘅話咧，就可以扣稅。咁呢一啲咧就會計入去免稅總額裡面。第二個表叫做扣除表，又係啦，符合要求你都可以扣嘅。咁呢一度可以扣嘅稅咧，就會放咗入去扣除總額裡面。咁樣解。簡單嚟講，兩個表都扣得嘅，減完就係應課稅入息實額。好啦，總入息淨額就唔同嘅，就係總收入淨係減扣除表嘅嗰一啲，上面呢一個免稅額表嘅嘢，佢唔扣嘅，得唔得？佢唔扣嘅。咁我陣間例子會示範點樣去計㗎啦。咁但係而家我先講一講兩個表，每一項大概係做緊啲乜嘢。咁我先講免稅額表啦。咁我拍嘅時候咧，嗰啲數字仲係咁嘅樣㗎。咁但係你睇段片嘅時候，可能政府已經有啲修改㗎啦。有機會啲款項咧係大咗嘅，即係可以扣多啲嘅。咁但係個計法一模一樣，個理解方式應該都類似，你自己調整。咁我先講第一項啦，基本免稅額。只要你係一個人類啦，咁每一個人咧都可以扣13.2萬嘅，點都扣得嘅。第二項已婚人士免稅額，如果你結咗婚，你可以選擇同伴侶一齊報稅，又或者分開報都可以。咁但係你一齊報嘅話，兩個人咪變咗有兩個基本免稅額咯。咁所以13.2萬乘2咧，就係呢一個26.4萬，其實冇分別嘅。你可以當呢一行係透明都冇所謂。好啦，再落啦，子女免稅額，每一個子女可以扣13萬。跟住初生子女額外免稅額，如果你喺嗰一個課稅年度生咗一個小朋友，你係可以再扣多13萬嘅，即係話食兩個13萬咁樣解。再落供養兄弟姊妹免稅額，每一個37,500。咁當然供養嘅定義佢有啲要求啦，可能係歲數啦，可能係供養個金額一年要幾多啦。咁呢一啲你睇翻政府個網站。咁但係我哋後面做題目咧講得俾你聽咧，你照扣就可以啦，唔會特登陰你嘅。再下一項，供養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免稅額，佢會分咗兩個年齡層，60歲或以上嘅咧，每一個扣5萬；55歲至60歲咧，每一個扣2.5萬。又係啦，供養嗰個定義咧，佢有金額嘅限制嘅，咁都係你可以上翻政府個網站去睇。咁再下一行咧就係額外免稅額啦，都係供養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咁咩叫做額外免稅額咧？如果你係同佢同住嘅話，可以再扣。譬如你供養緊父母、供養緊爸爸嘅，佢係60歲以上，本身咧食咗5萬噶啦。如果你係同佢同住，你可以扣多5萬咁嘅意思。咁但係你冇同住嘅話咧，就只有一個5萬啦，咁樣解。然之後單親免稅額啦，呢個冇特別研究啦，你上網睇一睇啦，係啦。傷殘人士免稅額就係話你傷殘，即係你有一個 valid 嘅證明啦，你就可以扣75,000。然之後啦，如果你供養嘅一個傷殘嘅人士，譬如你媽媽、你爸爸等等咧，係可以再扣75,000嘅，咁嘅意思。
再落啦，扣除表第一個個人進修開支，你讀書嘅話個學費其實係可以扣稅嘅，個上限每一年係10萬。咁如果你個學費每一年係10幾萬嘅話咧，都只可以扣10萬嘅。咁但係你冇超過嘅話咧，正常可以扣晒。咁當然有機會要符合佢某啲要求啦，即係你讀書同個工作關係係有冇嘅咧，等等，佢有機會去提出呢個疑問嘅。好啦，第二行啦，就係個 MPF 啦。我係頭先上一段片計嘅，因為頭先講過啦，每個月封頂1500啊嘛，你乘翻12就係18000，咁所以全年最多可以扣18000 MPF。呢個係強制性嘅部分。再落啦，自願醫保，如果你有買自願醫保嘅話，個保費都可以扣嘅。無論你係為自己買，定係幫爸爸買、幫媽媽買，其實係逐個人頭咁樣去計。每一個人最多扣8000，咁所以如果你淨係幫自己買，最盡你可以扣8000啦。你有幫埋爸爸買嘅話咧，你可以咧再扣埋佢嗰8000嘅，係咁樣處理。再落，如果你有供年金啦，又或者 MPF 你係有自願性嘅供款，唔係夾硬供嗰5%啊，你自願再供多啲嘅話，嗰啲都可以扣，上限係6萬蚊。再落居所貸款利息，如果你供緊樓嘅，係可以扣稅嘅，扣10萬。咁咩叫做額外2萬呢？政府又係有啲特別嘅要求，都係啲新嘢嚟㗎啦。就係話，如果咧你係同一個子女同住，咁個子女咧可能係某個時間之後出世嘅，等等啦，滿足某啲要求，你就可以食多2萬咁樣解。再落啦，長者住宿照顧開支，咁呢個冇特別研究啦，我估係老人院嗰啲嚇，呢個你可以上政府網站望一望，呢一個係我疏忽，我冇睇到。再落住宅租金扣除，就係講緊你租屋嘅話，你交租其實都可以扣稅，咁都係啦。額外係咩意思咧？又係如果同子女同住，係會俾你扣多啲嘅。再落捐錢，捐錢都可以扣稅，係個上限呢個計法好得意嘅。個上限係總收入嘅35%。咁當然咩為之認可慈善捐款咧？你要上翻政府網站睇一睇乜嘢機構係計落去啦，即係唔係求其捐錢都計嘅。最後啦，輔助生育服務支出就係話，如果你有啲生育上嘅問題，譬如可能係你要人工受孕嘅，嗰啲醫療嘅費用咧，其實都可以扣稅，上限係10萬蚊一年。咁呢一段片咧，我簡單講一講每一項嗰個扣稅項目其實係關啲乜嘢事。咁我下一條片咧，先俾一個例子你望一望。